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。最近啊，全世界的油、雅士的介绍拢起甲唔好讲伊，全世界拢为着通货膨胀的代志咧烦恼。但是你敢知影通货膨胀的代志要安怎讲咧？今仔日就来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代志，啊，甲大家了解相关的概念。所谓的通货膨胀，咱传统的讲法就是钱变宝，啊，就是平平这钱会当买的物件变甲搁较少。歌谣内面讲啊，物件一日一日贵，厝人头喙遮大堆，就是咧讲这种情形啦。钱变宝是口语的讲法，也有人直接照汉字念做通货膨胀。通货就是国家发行的钱，通货膨胀伫字面的意思是钱的发行啊，伤过头量上，所以也有人直接讲是钱印伤量。其实啊，那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进步，物价成本就会慢慢啊起起嚟。经济学家形容这是数时的温水液，拉轮的温度，国民的收入增加，交易啊愈来愈加热。经济愈来愈旺，物价嘛对咧慢慢啊起，互人感觉真舒适。总是啊，有时若是拄到政府为着要救经济，直直印银票啊，这时就会造成市场内面的钱伤济，钱若伤济，伊的价值就会降低，物价就会大起。咱就把这种情形叫做钱变宝，也是通货膨胀。啊，讲起来啊，咱的收入就要先扣掉税金啦、劳健保啦、贷款啦、厝税啦，这一定爱开的费用了后，剩的才是咱真正会当摕来开。这扣掉必要支出以后，大家会当摕来开，就叫做通分配收入，啊，就是华语讲的可支配所得。对通分配所得愈悬的人来讲，钱变宝对伊的影响无大，结果啊是减买一两卡名牌的皮包啊，啊便当对50块起到70块，汽油的介绍起3成4成，对伊来讲无啥准问着啦。毋过啊，若是对遐日常支出占通分配收入较大的民众来讲，菜价、油价起2成，就代表伊生活压力佮加2成，安尼日子就加真歹过。所以讲啊，钱若变宝，社会上好野善争差，啊，就是华语讲的贫富差距，就会愈明显。定拄到的通货膨胀有2种，第一种叫做输入性的通膨。也就是国际上原物料的价格大起引起的，亲像这阵啊，石油啦、天然气素啦、火炭，迄价格是起甲唔知影人，工厂拢哀叫啊。火炭含甲素的价格若悬，电价就会对你起，工厂的电钱也会增加。啊，过来原物料也直直起价，安尼工厂的产品就必须要对得起，若无啊，工厂就做袂落，所以物件就拢一直贵起，造成钱变宝。大家生活就愈来愈艰苦。另外一种上恐怖的通货膨胀，叫做停滞性的通膨。因为通货膨胀，工厂必须要裁掉一寡员工来减少伊的支出，民众对未来的收入若无把握，就唔敢开钱。啊，大家若唔敢开钱，工厂的收入就更加减少，安尼员工的福利、薪水就更愈来愈少，引起恶性的循环，造成社会啊真大的危机。所以，要怎面对通货膨胀，一定是每一个政府拢真要义的问题。咱大家也会当好好来思考，若有一天拄到安怎来面对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予主播。